一下看到佢，就幸福。一个5岁的小人，会行，会走，好高，好听筒，使人常爱去到背脚。一天想不到，佢食饭食唔落，吞水吞唔下，爱讲讲唔出，爱叫叫唔上。不是都有脚唔踢的屁水都后来，还那想唔到，佢冇办法去个头戏，这个钢琴随时接来一条长长的塑胶管的，一条塑胶管连带头戏的机器，放出去头戏。佢嘅身边一定要有他人承担，来保护佢嘅安全。喺乜嘅開佢變到安樣嘅呢？就係今年有再過流行嘅長片圖。就新聞報道。今年超到重症的小人呢，大約嘅有350名以上，其中11人死亡。我看到有小人呢嘅家長，聽到長病毒就10歲唔得，到底乜解按到長病毒呢？为什么它叫肠病毒？主要是因为肠病毒它从进入到侵犯到身体以后，其实它是在肠胃道去做繁殖的。那甚至于说，它一直到说从肠胃道出了人体，在粪便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这个病毒。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它被叫做肠病毒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一般我们说肠病毒，其实可能大家最常听到的是肠病毒71型，可是实际上肠病毒它分为很多型别，包括说伊克病毒，包括克沙奇病毒、肠病毒，甚至于我们小时候常会听到小儿麻痹病毒，这些全部都是在肠病毒的这个大范围里面。那所以说肠病毒，你说它很典型的症状，其实可能很难说，因为它包括说一开始初期的症状可能就是发烧，甚至像感冒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如果真的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看到比较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就是我刚刚提到说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症，这是轻症的部分。那如果说它的病程在后续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可能譬如说小朋友的部分，他可能就会有心肌炎。好，然后脑炎或者是无菌性脑膜炎等等，甚至于肺部里面会开始有肺水肿等等的这个部分，而出现像我们说到的肠病毒重症。王科长讲得非常清楚，肠病毒最流行的是71型，大部分冇乜嘅明顯的症頭，一開始就像感冒發燒差唔多，故說家長嘅觀察。輕重要，輕不輕，心肺超多的就係71型。5月21號那一天剛好禮拜6嘛，那我們全家人就帶小朋友出去玩啦，阿公、阿嬷、叔叔啊、阿叔妹啊，全家人啊，大概10幾個人，大家就到苗栗那邊去，好去那邊玩。那天天氣很好，那新輝那時候剛好是1歲1個月的時候，那他也是很健康、很活潑啊，會跑會跳，好，那很會講話，會叫阿公阿嬷啊。好，然後會叫那個爸爸媽媽，還有各方面發育都很正常的小孩。好，那一天，中午的時候就感覺他不太吃飯，那大家玩到晚上的時候，他就趴在大人身上，然後感覺他發燒了。那當天晚上呢，我們回來的時候就趕快帶他到附近的診所去給醫生看。在3天的時間已經換了6個，然後我們每天都上午也打點滴，下午也打點滴。好，還是沒有很大的那個成效。那小朋友晚上完全無法睡覺，那整個嘴巴都破得洞，越來越嚴重。好，那晚上都是他爸爸好抱着，好一直這樣子哄着他才睡着。到了第4天，好，我們想說這樣子不行，一直要換大醫院了。那從早上10點呢，就一直觀察到晚上10點。好，這段時間他小朋友的症狀非常的多，好，症狀非常的多，就一直發燒，然後一直睡覺。然後就躺在床上，然後全身冒很多的冷汗，醫生好像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敏感度，好沒有，而且他有做了驗血報告，
那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大概傍晚4、5点的时候，他验血报告出来了，说发炎指数到6，好，白血球的数量比较多，好，那他就这样解释，原则上他没有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太大一个症状，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建议啊，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也不晓得这数字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还是这样子继续观察，也没有建议我们转大医院。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他爸爸下班了，到快要10点了，拿个煮个猪肉汤、猪肉稀饭过来给小朋友吃。小朋友说，我说医生，小朋友好像嘴巴可以吃了，他已经可以吞，可以吃点东西。好，这医生说好，吞得下去，还可以回家了。他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回家了。现在理性转来，软软的了，人咧做得出样样，那个生意冇强样哦，佢讲良人冇水冇。我唔错啊，生意咧唔强样了，运动我做了，我生意我做出我死体嚟啦。下我来同我讲，先会有血咧，我讲做唔得，杀，叫我行救护车，我买个救护车，7个车都最好嘅啦。我来同人讲，佢差4度就走，差到叫唔到嘅。又是一辆车，又死在上，头颅都是抽缩的啦。许多是急诊室的时间啦，医生啊就加忙了，我男人心灰啊，就怪牙膏的啊。周贤辉吴康仁所讲，当时贤辉送到台大医院时间，差唔多都冇救了。係吳康仁堅持要救起來嘅，也係台大小兒科加護病房最優秀嘅醫療群，攞佢從鬼門關救轉來。这里他打的是在这个部位，这里肿要从这里肿，但是他循环比较差，你看这里就会。事实上，新辉来我们这里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症状，那到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后就直接来讲病房做进一步的治疗，所以那个时间其实变化非常快。他从刚来的时候还反应什么，可是很快后来就是口吐白沫，这些需要马上的呼吸器插管跟支持，那个部分是非常的快。免疫传蛋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是见仁见智，就是有些人有效，有些人就是没有效这样。那在目前肠病毒没有特效的情况下，大概是一个可以辅助做的一个治疗，尽量能减少那个风险跟危险这样子。不过还是没有办法全部让肠病毒消失，或是没有后遗症。不过通常时间就是非常短，所以他一来很快我们也用了这个药物，但是他还是一路进展到第3期。心脏跟肺部就衰竭，所以他需要用叶克膜、体外循环这样的机器来帮忙。他的血压就从38，自己又很，怎么说，一直拼命的就往上爬，38、39、40这样子一直又爬上来了。好，当时大家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好，这个手术刀什么都准备好了，也是庆幸说，新辉也是逃过了这一劫。現代嘅醫療嚟講，90%嘅腸病毒1禮拜就醫得好。唔過賢輝唔但1禮拜醫唔好，同時呢係過後漫長嘅治療和復健嘅過程。加護病房的那一剎那起，他肯從他的血壓從40中一下子能夠爬上來，好，代表說他要活下去。在加護病房的當中呢，一天我們一天有3個時刻，好，一次的訪視的時間是半個小時，好，我們非常的把握這半個小時的時間，好，我們過去就是幫他按摩他的手、他的腳，我們擔心在這他完全身體沒有辦法行動這個狀況下，全身會僵硬掉，以後會造成肢體沒有辦法行動。
那我们就是非常把握这个时间，就算他这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是全身不会动，刚开始是眼珠子打开来，只会看前面而不会左右这样子转，就是在家就是录音，收集全家人对他的一个信心喊话。就说新辉啊，我们出去玩啊，来去散步啊，或者这一类的话，每天常常跟他讲的这些话，每个人都阿公阿嬷还有全家人都讲了几句话，希望说他能够听到这个亲人这个呼唤，因为当时的他是完全昏迷状态。好，坐喺家父病房係等人去看，我講阿公我做啦，佢乜要木啫？到家父病房差唔多要幾2日咧，佢腳徛起來，後間係要攝到，係講啊，阿孫你要救咧，唔好時常講嘅，嘛佢變植物人咯，一生也唔會停頓，所以我有信心，我講啊，真係我嘅想法唔會錯，主要啊，我獨係叫佢參過順無聽上跟他講，我就有那樣信心，啊，以後來時常講呀。就都沒有講不愛喊叫奇蹟啊，因為我哋非常辛苦啊，每時每節我哋嘅按摩、被停動、卡腳、變身。在家父病房待到3月2日之後，好家在幸輝都得出院了。不過出院之後，尚係有看人喊那沉重負擔的開始。他出来的状况是，头没有办法抬，好，手脚没有办法，举，手没有办法举，然后脚没有办法走路，连坐都很吃力，好，只能是说用躺的时间是占非常大多数。回来的时候，那我们请了2位外劳，好，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上班，还能够顾得到小朋友，那2位外劳呢，就是帮着他，一个是扶着他的肩胛。好，让他能够站，能够这样走。另外一个是推着机器，就是白天这样子一直给他自己练习他脚出力去这个行走。好，那晚上的时候就是外劳24小时去看着他。那阿嬷就是买很多的这个土鸡啊、人参啊，去炖这个鸡汤。哈，希望是说他能够吃最好的，给他最好的营养，然后他复原也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很多的营养，他才有办法把这个身体养好。好，就是炖很多土鸡啊、鸡汤去让他补身体。那我们就是买很多的这个很高营养、高热量的这个也是很珍贵、很贵的这个奶粉啊，好去给新辉吃最好的东西。因为新辉吃东西没办法吞落肚，故说在医院的时间。就做了胃造瘘的手術，食東西要用乾的，2點鐘要乾1半，3餐之外還要加點心。復健，那一些訓練，這個都變得非常非常重要。是他要發揮腦部的潛力，所以腦部有些地方還沒有受傷的，那你就像你學鋼琴或學游泳一樣，你就是反覆練習以後，就會學的一個新的一個方法去了解。所以他有些神經受傷，但是我們可以靠那些其他的更好的來幫他訓練，看他會進步再更好一些這樣。那我们就参加这个政府给的这个资源，好，我们就到这个龙潭的复健站，那里有复健师，好，就是帮新辉上这个复健的课程。那这个复健的课程真的是对新辉的帮助非常的大。回来的时候，好叫新辉去提水啊，然后去搬重物啊、吊单杠啊、仰卧起坐这些东西。新辉其实他自己是很勇敢，然后也是很认份。好像叫他做什么事，他就是乖乖的，就叫他提水，他就是提水；叫他吊单杠，他就去做。好，就不会说去跟你闹脾气啊，或是说，他不想做偷懒这些动作。他每天爬楼梯1到3楼，一天要爬6趟，早上爬6趟，下午要爬6趟，
起来要做仰卧起坐30下，一天要做2次。把握机会，好，快点翻跟头，来。开坛一多，20分钟，连初坛掌握好，差不多22分，半点钟，4点钟一多，4点钟。那幸会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我们这一个复原的方式，也是给家长一个信心啦。小朋友已经这么严重了，到目前能够这样奇迹式的这样子活起来，而且他的复原还可以这么好，所以说代表说这个肠病毒这个虽然是重症，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机会。好，但是他在发病之后的这段时间，也是他的复原这个黄金期，好，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时间，好，再怎么辛苦，这么忙碌，都一定要看好。真的，错过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的复原，要花更多的能力，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效。感染到肠病毒，对家庭、社会都是沉重的负担。政府也设立了疾病管理局来监测肠病毒的疫情。针对所有的传染病，疫苗是很重要的。可是因为肠病毒目前是没有疫苗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靠很多前端的一些预防措施来做好一个防治。大家注意的家里面比较大的大小孩，你回家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洗手换衣服。也要提醒家长，或者是说，应该是说提醒所有的那个大众哈，让大家知道说环境消毒应该是怎么去消毒。因为常常会有人误认为说，酒精可以拿来做肠病毒消毒，可是实际上酒精对肠病毒消毒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并不是那么的有效，对，所以我们在环境消毒这一块也是特别在去教民众说，应该要怎么样去泡。实际上可以适合你符合这个肠病毒防治所需的一个环境消毒的消毒水这个方法。那另外的话，其实当然小朋友的一个，如果真的是在流行期的话，那种公共场所，因为就刚刚我提到说，可能公共场所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嘛，所以公共场所是尽量就不要去了，这个部分也很重要。那当然后段的部分，如果说小朋友出现症状的话，其实还是要赶快去就医。那包括说爸爸妈妈，你对肠病毒重症的前兆。好，那我们一般说前兆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小朋友的意识状况是不是变差了，他是不是一直在吐，因为这个就代表说已经影响到神经系统了，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对，那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小朋友有抽筋的一个症状，那其实也是不正常的。好，所以这个如果说小朋友真的是被医师诊断肠病毒的话，那后续的这几个症状，就家长应该要特别留意。协会第97年9月，落一般正常的生育培养正式读书了。第送我国小附设的幼稚园读书，看见聪明伶俐、欢喜读书的幼儿。协会一天都得行出一条第7家路，也是阿爸阿妹、阿公阿婆以及姨父姨爷。无休无止的爱来听书，让多的本协会很过艰苦的日子。长大好种树哦，小心的种树。觉得他活得很好的话，我们就是要给我们该给他的照顾。
这个是家长会很辛苦，没有错。所以这个是需要社会一起来帮忙的事情。能怎么样？那这些孩子他想要活下来，应该都要给他一个机会。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不管他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残缺或障碍，那但是生命本身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